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魏流利，歡迎嚟到我頻道。首先，我希望你可以慢慢咁放鬆，揾一個好舒服嘅方法，好舒服嘅地方，放鬆你嘅身體，揾一個舒服嘅姿勢，好好放鬆你嘅身體。你可以挨喺張凳上面啦，或者攤喺床上面都可以。然後你可以允許自己合埋雙眼，好好咁享受呢一段寧靜同埋舒服嘅時光。然後感受一下攤喺張凳上面嘅嗰種舒服嘅感覺，因為你知道，當你攤喺張凳或者張床上面嘅時候，就係你呢一日可能係最放鬆、最舒服嘅時候。而當你感受到呢一種舒服嘅感覺嘅時候，就代表喺某一個地方，喺你心入邊嘅某一個地方，你已經知道，跟住落嚟，你可以享受同埋學習，甚至乎去解決一啲你一直以嚟都好想解決，但係你又唔知點樣解決嘅問題。如果你而家唔知道，咁係 OK，咁係因為你嘅潛意識非常之清楚，跟住落嚟你要點樣做。而家不如等我哋一齊做一個呼吸，一個比較深嘅呼吸。我哋再做多次。係，如果可以嘅話，我希望你可以再做一次，等自己混亂嘅思緒一路一路咁平靜落嚟。如果你嘅思緒已經足夠平靜嘅話，咁就等我哋沉個心落嚟，仔細咁享受一下而家呢一個時刻。係，喺呢個時候，我哋準備返嚟。首先，你會聽到我由3數到1。當我數到1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擘大眼，再做一個深呼吸，然後好好享受剛才嘅嗰種舒服同埋放鬆嘅感覺。3、2，係啦，冇錯。1，而家你可以慢慢用你嘅節奏擘大雙眼，享受一下，係啦，剛才嘅嗰種舒服同埋放鬆嘅感覺。我希望呢一種感覺可以幫到你哋。下次見，拜拜。